住外邊嗰隻加州動員一齊入嚟啊！響埋邊等位有呢隻智取神驅啊，中間位置係禪聖輝煌啦，中外檔冚嘅馬有白河飛驅、美麗同享追緊，外邊呢仲有兩隻分別安請、大外檔係有目共賞啊！最後200零米和平波外邊佔先啊，白河飛驅率先上嚟挑戰，出邊美麗同享亦都喳喳聲上緊嚟，外邊位置就係呢隻有目共賞，最後100零米美麗同享拋離群驅贏出呢場精英碟啊！跑第2名呢，好近喎，白河飛驅埋邊，出邊呢由爆尾追上嚟，係有目共賞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馬係和平波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美麗同享終於都重開勝利之門啊，亦都捧走埋精英碟啊。第2名白河飛驅中間，出邊追上嚟係有目共賞，埋邊第4係和平波啊。好啦，恭喜晒艾杜娜啦！今季嘅分級賽最後一場頭馬就係美麗同享啊，2、3名就好近嘅，白河飛驅同埋有目共賞咧要影相啊！不過大熱門好似同馬房嘅加州動員，係啊，落到4倍啊！美麗同享啦，有。